聖經講在詩篇129節樣講到，上帝嘅命令十分奇妙，我嘅生命中係查問嗱，呢一個詩篇講，佢哋經驗設家，因為上帝嘅命令十分奇妙，冇有講冇可能嘅，呢個命令係一個照嘅命令行嘅講，一天是個得到好嘅利息。所以這個生命中係查問呢個命令。嗱，詩篇130節咁樣講到，係講呢個反應有本事嘅聰明智慧，在個心中度裏啲，是個得到光路，因為到呢個反應都係真理，呢個反應都係光路，係有光路有真理，是個三回你行到。一天是間唔係同路，係三回你啲咩意思呢？是間唔係行到錯路，唔係行到唔好嘅路，一天要得到好嘅路，因為上帝嘅反應，嗰個同齊，嗰個反應，現代是間係對嘅路，嗰個反應，但是間成功嘅路，所以有人係飲本嗰個反應，飲本嗰個命令，就嗰個命令嚟行，一天是間得到勝利，上帝祝福。切家隆重聽呢一堂嘅，阿門。